若过来这件是假做警察局长共诈骗。高雄一个70岁阿伯啊，日前接到一通电话，对方讲伊是拄啊调到高雄市的警察局长黄明昭，伊甲阿伯啊哈讲，这阿伯啊个人的资料互偷用去，搁欠电话费无纳，这个银行的口座得要互冻结咯。阿伯啊是互哈甲心肝头皮泡菜，就照对方的指示，到银行要来转14万块出去。加在行员感觉怪怪，赶紧来报警。当这阿伯啊，唔通来汇钱，来保住掉阿伯的用路金。他说你有一只手机，电话费没有缴。接到电话，讲伊无拿电话钱，下来佮讲家己是一位大官。一个叫黄明昭，黄明昭，我问朋友说，还黄明昭调来，我们说不是你是。高雄市警察局局长打电话来，予70岁阿伯足紧张的，就是家己的个人资料互偷用，口座真正要互冻起来，赶紧去银行要办转小设定，每次行员感觉无对当，遂报警处理。诈骗集团交代老先生要遵守侦查不公开的原则，绝对不能和别人说这些钱是要交给法院的。不然会罪加一等。两位警察赶过来银行，一直甲阿伯解说，佮讲过去案例，伊才发现真正哄骗。当场感谢警察和银行的人，甲伊的14万养老金保钓回。